到底戴假髮定係選用其他增加頭髮嘅方法？增加頭髮簡單又自然，增加頭髮嘅方法有好多，例如植髮、生髮療程、紋髮或者戴假髮。不過如果你想即時有效果同埋長期使用，我極力推薦你使用真髮髮片。點解選擇髮片？髮片可以即刻增加頭髮，仲可以根據你自己嘅需要選擇髮型、頭髮嘅長度、厚薄同埋顏色。至於佩戴嘅方法，無論你用髮夾或者用膠水、膠紙都可以咁穩陣，啱晒唔同嘅場合。髮片係非手術性嘅無痛增髮，相比起其他方法，髮片係一種非手術性增加頭髮嘅方法，完全冇副作用，仲可以長期咁使用，幫你即時改善形象，提升你嘅自信。髮片嘅技術有幾真？而家嘅髮片已經係超自然、高透氣同埋高透明嘅網底，配合100%真頭髮，光澤同埋質感同真頭髮完全冇分別。無論返工、任何社交場合，甚至乎做運動，都可以完全融入你嘅生活，冇違和感。我哋嘅服務有保證，用得安心。我哋真髮達人明碼實價，絕對冇隱藏嘅細節。我哋嘅團隊提供完善嘅售後服務，令你買得放心，用得安心。仲等咩啊？即刻聯絡我哋，幫你打造專屬嘅形象，揾返屬於你嘅自信。